在你用肚子裡可憐的孩子害我，想用他争位的时候，我想你心裡一定很难过吧？你也一定流了很多淚，对他说了很多话吧？是的，我是对他说了很多话。那天晚上，我哭湿了我的睡枕。果真，在冷宫，也不一定生不如死啊，还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情。冷宮應該很冷，很冷吧？我在那兒，我又能做些什麼呢？誦經吧，誦經可以讓人心靜，得善果。我會求皇上，讓服侍你的雲兒繼續服侍你。我會常來看你。我想有一天，你真心悔改了，皇上也會赦免你的罪。董小宛，你是真的很善良，很聰慧。這後宮裡的女人，沒有一個可以和你比。我終於知道我輸在哪裡了。你知道嗎？這後宮女人的成與敗，就看誰得到皇上的寵愛。你贏了，皇上對你的愛無人能及。就算在我最得寵的時候，也只不過是你的1/10而已。你怎麼到現在還想不明白？我和你最大的區別在於，我從來沒有刻意強求過皇上的愛。可是你一直想着爭位，一直想做後宮真正的主人。你今天的結局，就是你的野心害了你呀！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謝皇上。刘公才，你們都下去吧。皇上，今日朕來你這裡是有件事情想要問你。董小宛，這後宮的女人，哪一個沒有野心？哪一個不想爭皇後之位？那就一定要害人嗎？大家就不能和睦相處，孝順皇額娘，做皇上聰慧賢淑的妻子？皇上皇額娘看誰聰慧賢淑，便會提升誰的位子。就算不提升位子，又有何妨呢？後宮的女人已經是天底下最尊貴的女人了。最尊貴的女人又怎麼樣？索爾娜已經是皇後了，她還在爭，還是很不滿足。靈珠、多娜，哪一個也不敢示弱，不使盡手段。靈珠能成為後來的皇貴妃嗎？多娜她能成為皇後嗎？告訴你，董小宛，在這後宮的女人就沒有真正的姐妹。你要與人為善，你就只能完蛋。不對，果真，我和童姐姐就沒有野心。我們在後宮是真正的姐妹。淑妃也沒有野心，她投靠索爾娜，不過是求個保護。她只想保全自己的位置。後宮並不像你想的那樣，全是壞人，全是敵人。好吧，也許我們兩個說的各有各的道理。是佛是魔，
都在一念之间了。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心中还是有善的。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对我说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果真所说的你都承认了，很好。让朕震惊的是，你身为皇后，明明知道德妃她已经得到皇额娘的认可，你居然还会指使果真监视她。多纳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皇上对德妃的专宠，臣妾的確心生妒忌，可臣妾什麼都沒做呀。臣妾現在才明白，並非是臣妾在指使果真，而是果真在指使臣妾。皇上，臣妾是被這個可怕的女人給騙了。你休想把責任都推到果真身上。臣妾，多納，你還沒有回答朕的話，你為何要讓果真監視德妃？果真，當我知道是你在用那麼惡毒的手段害我的時候，我真的非常難以置信。從我一進宮，就只有你對我那麼親，那麼好，所以我怎麼會相信一切都是你做的？我很想問你，你是從我一進宮就在偽裝，還是曾對我有過姐妹之情？董小宛，我從來就沒有把你當成過真正的朋友。當我看見皇上放在胸口上你送給他的髮珠時，我就知道這個女人將是我最大的敵人。從你剛一入宮，我就想好了對付你的策略。我用盡了所有的心思去對付你，本以為我會必勝無疑，可是我沒有想到，你的能耐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。我本以為我在後宮無對手，卻沒有想到我竟然敗了，徹底的敗在了你董小宛的手上。你失敗了，你是敗給了自己，而不是我。都是命。從我被抓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在痛問老天，這後宮既然有我果真，為何還要有你董小宛？皇上，臣妾確實監視過德妃，但臣妾並未害她呀。你敢說僅僅是監視德妃，而沒有其他的陰謀嗎？果真都已經交代了，你不要再欺騙朕了。你真是太讓朕失望了。你這樣做究竟是何居心？沒有。德妃她最受聖寵，因此你把她視為最大的敵人，你才會派果真去暗中監視她。你想了解她的一舉一動，你想隨時除掉她，你是不是這樣想的？臣妾沒有想害德妃，臣妾真的冤枉。多納，你的所作所為已經不僅僅是有失皇後德儀，更失掉了身為女人應有的善良。你太讓朕寒心了。皇上，
臣妾錯了。在我知道你的罪行前，我一直把你当一个好妹妹；在我知道你的罪行后，我一直在想，倘若我们不是在这皇宮，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相遇，我们会不会是一对好姐妹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樣想過。姐姐，我想過，我真的想過。你叫我姐姐。董主子，这位是长春宫静妃。静妃娘娘。董姐姐，我叫果真，你以後呀便叫我果真妹妹就是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比划比划，切磋切磋。妹妹在宫裡也悶，就想着來看看姐姐。静妃娘娘是小婉的客人，你不能打她。董姐姐，不能！董姐姐，不能打果真妹妹！董姐姐，小婉答应娘娘。董姐姐，果真錯了，是果真對不起你。在這後宮之中，只有董姐姐在果真心中的分量最重。董姐姐是如此的與眾不同。果真這樣判法，想必皇帝心裡面也安寧多了吧？是。果真她畢竟侍奉兒子多年，而且她也是朕心疼過的女人。皇娘，這次若不是德妃站出來替她說話，兒子也許不會放過她，饒她一命。德妃又善良又聰慧。
皇帝想在宣布晋德妃为皇貴妃時大赦天下，這一點額娘完全贊同。這個女人很值得皇帝珍愛。皇後娘，兒子已經去跟多娜談過了。皇帝跟皇后談了些什麼呀？兒子問他，讓果真監視德妃是否屬實。多娜她已經承認了。兒子還問他，你身為皇後，為何要在皇額娘已經接納德妃的情形下，你還將德妃當成最大的對手？你這怎麼能母儀天下？皇帝，多娜的事，果真已經交代得很清楚，她並非合謀犯罪。當然，多娜應該嚴責。皇帝嚴責多娜之後，額娘也會嚴責她。可兒子認為，作為皇後，她必須要有好的德行，而多娜，她德行太差，兒子覺得她不適合做皇後。兒子已經想得很清楚了，兒子這次想廢掉多娜皇後之位，立德妃為後。姐姐，我們這次又回宮了。姐姐這可是2度回宮了。是啊，可這一次是凶險萬端，命懸一線。姐姐，那個果真罪大惡極，死有餘辜，姐姐為何要替他求情，保他性命呢？姐姐在一定程度上，其實也可以理解果真為什麼要這麼做。而且姐姐也不想看到皇上還有皇額娘為這事為難。果真那天對着皇上還有皇額娘哭訴，我看到了她眼裡的淚水，也聽到了她內心最真實的聲音。在那一刻，姐姐心裡是有些震動的，甚至有些感動。扣扣啊，等你再長大一點，你就會明白了。皇帝，多娜的過錯還遠沒有到廢後的地步。皇帝為何又想廢後呢？皇後娘，兒子這次想廢後，跟之前廢蘇爾娜是不同的。多娜的過錯跟蘇爾娜的過錯也不能相提並論。皇後娘說的沒錯，多娜還沒到該廢和必廢的地步，兒子只是想把多娜降為皇貴妃，再立更適合做皇後的德妃為後，這樣後宮才能真的安寧，皇後娘和兒子才能真的省心和舒心。皇帝，德妃的才德，後宮女人無人能及。尤其果真這件事後，額娘更喜歡德妃了。可廢立皇後是後宮和朝廷大事，沒有萬不得已的理由，不能走這一步。晉德妃為皇貴妃的同時，在大赦天下，這對德妃是何等的尊貴榮耀，皇帝為何還不滿足呢？兒子這麼做不只是為了小婉着想，還是為了整個後宮的安寧着想。蘇娜，你趕快幫朕說說話呀！姑姑已經說了，德妃的德才在後宮無人能及，能不能說服姑姑，那還要看皇上的能耐。再說了，這後位大事哪有蘇娜說話的份兒啊？皇娘，您聽出來了吧？蘇娜也是站在兒子這邊的，她也覺得小婉是最適合的人選，我聽出來了，是吧？皇帝好像已經忘記了德妃的漢女身份，可額娘不敢忘了。若立個漢女為後，朝廷後宮會折騰出很多事的。這個兒子已經想得很清楚了。如果皇後娘您不反對，兒子會說服議政會議，相信整個朝廷也不會掀起更大的波瀾。這樣吧，若你能說服議政會議，德妃也同意，這件事，額娘就不再反對。
皇娘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儿子謝皇娘。起来吧。皇娘，儿子现在就去见小婉，去告诉小婉。哎呀，皇帝，今天太晚了，让德妃休息吧。明天皇帝再去告诉德妃，好吗？对，已经很晚了。好，儿子听皇娘的。你也早点去休息吧。谢谢皇娘。姑姑，您是真心同意皇上立德妃为后，还是在敷衍皇上，和皇上打太极啊？哀家是真心赞同立她为后。德妃真是个极少见的好女人，可惜她是个汉人女子。可是您為什麼還這麼悠閒，一點都不着急？如果皇上說服了德妃同意上位的話，那姑姑豈不是眼睜睜的看着一個漢女皇後在我大清誕生了嗎？你以為皇帝能說服德妃嗎？我看他說服不了。姑姑，現在皇上可是挺會說服人的。你想啊，如果皇上告訴德妃說太后娘娘已經同意立她為後了，那德妃可是最孝順姑姑的。現在她以為什麼障礙都沒有了。德妃不但是個好女人，還是個極懂事的好妃子。皇帝跟她說這個沒用，她不會聽的。她會明白哀家真正的意思。皇上，小婉請皇上恕罪，這皇後之位，小婉斷然不能接受。小婉，你為何這麼說？說說你的理由。皇上，小婉的理由很充分。這第一個理由，皇後娘娘的過失根本不足以被廢。第二個理由，小婉也沒有當皇後之心。這第三個理由，也是最重要的理由，皇額娘並不是真心要立小婉為後，她只不過是被皇上纏得無奈了，所以才被迫同意皇上來勸小婉的。小婉，皇上，你就聽小婉的勸，再好好想一想。洪大人，您來了，您快進去勸勸娘娘吧。皇上要立娘娘為後，這事兒連太后都同意了，可我家娘娘就是犟着不聽話。洪大人，您先進去吧，我就不進去了。洪大人到。臣叩見皇上，叩見德妃娘娘。洪師傅請起。謝皇上。來，洪師傅，你來得正好。朕呢，已經說服皇額娘要立德妃為後，可德妃呢，她並不理解朕的苦心。正好，你呢，替朕好好勸勸她。啊？皇上，臣來到鐘粹宮，
不是来勸德妃娘娘的，而是来劝皇上的。臣恳請皇上马上放弃立德妃娘娘为后的想法，放棄废多纳皇后的想法。洪大人，朕封德妃为后，真的不是在意气用事啊。臣冒死罪，也要把臣心里的话全部讲出来说清楚。多纳皇后并未犯有该废必废的过错，皇上要立德妃为后，归根结底还是因為深愛德妃娘娘。你錯了，朕只認為德妃跟多納比起來，德妃更適合做這個皇後。皇上，如果德妃娘娘是滿蒙女子，老臣10000個支持皇上立她為後，連太后娘娘也都會支持皇上。可是德妃娘娘是漢人女子，德妃娘娘能夠進位至皇貴妃，已經是天大的尊貴和榮耀了。皇上已經打破了當初太后設定的底線，連太後也接受了現狀。皇上，你何必還非要打破那不能打破的底線呢？洪承疇，你之前一直很支持朕的，現在為何突然改變主意，跟那些議政會議的人站在一起？你太讓朕失望了。洪師傅，皇上，老臣從來沒有支持過皇上立德妃娘娘為皇後。劉公公，這洪大人他怎麼反着勸呀？還死硬死硬的，氣死我了！Coco，待會兒你家娘娘會比洪大人還死硬。臣是漢人，是皇上最信任的漢人，連老臣都堅決反對的事，那議政會議會認可嗎？本已經安寧的大清王朝，豈不是要再起風浪啊？如果你擔心的是這個，朕可以告訴你，大可不必。因為現在的議政會議，朕完全可以控制他們，朕可以控制這個局面。皇上，如果皇上以為已經可以完全控制議政會議，已經可以完全隨心所欲地控制一切，那皇上就錯了。皇上，如果你要強行壓制議政會議正常的聲音，那絕非是朝廷和大清之福啊！洪承疇，你今天到底要幹什麼？你到底要幹什麼？你是要跟朕故意過不去是不是？好，那朕就明白地告訴你，現在既然皇額娘已經鬆口，那朕就可以強行下旨，立後廢後。皇上，如果真的要這麼做，就好像用一根刺扎在太后娘娘的心上。皇上對太后娘娘就是不孝，臣也奏請掛冠辭職。皇上就聽聽洪師傅的肺腑之言吧。如果皇上非要一意孤行，立小婉為後，那小婉將立刻出宮，永不再回。我家娘娘比洪大人還死硬。皇上，德妃娘娘是皇上最深愛的女人，洪承疇是皇上最信任的臣子。
我们2人都懇請皇上放棄废后立先后的想法，因为太后的意志是明白无误的。太后将这个难题交给德妃，交给洪承畴，是太后的智慧，是太后娘娘对皇上无比的爱和期盼。正因如此，臣请皇上三思。难道说是朕错了？皇上，真的是皇上想错了。小婉想借这个机会多说2句话，算是向皇上谏言吧。你说。皇上对小婉的情，本来就让后宫嬪妃们对小婉心怀敌意，加上小婉特殊的汉女身份，后宫的嬪妃们对小婉不好，皇上却对小婉宠爱有加，这就无意之间让后宫的嬪妃们对小婉的敌意更深，也无形之间加剧皇上对其他嬪妃的情感伤害。这后宫的女人，用民间的话来说，都是皇上的媳妇。皇上的媳妇众多，便不能只宠其中的1个2个。皇上只宠爱小婉，小婉心里十分感恩。可是皇上这樣做，卻讓眾多嬪妃都備受冷落，這對他們是不公的。日子一長，後宮爭鬥便會越演越烈。皇上，就拿這次皇後娘娘的事來說吧。據小婉觀察，皇後娘娘對後宮其他嬪妃並沒有什麼惡意。皇後娘娘之所以對小婉有敵意，有戒心，有防範，我想也是因為皇上太過於寵愛小婉。皇上這次又有廢後立後的想法，皇上這麼做對皇後娘娘是殘酷不公的呀。皇上，德妃娘娘說得多好啊！德妃娘娘深明大義，皇上對德妃娘娘的愛，對德妃娘娘的情，一直都令老夫萬分感動。如果皇上能像德妃娘娘所講，能夠克制一點對德妃娘娘的情，並善待其他的後宮嬪妃，也許真是一個減少後宮紛爭的良方啊！皇上，老臣說一句不大妥當的實話，其實皇上不用立德妃娘娘為後。德妃雖非皇後，已經勝似皇後。皇上，皇帝對德妃的情太深太重，正好又趕上多納皇后有過失，皇帝就以為找到了廢後的充足理由。哀家相信德妃和洪承畴會讓皇帝清醒過來。起來。多謝皇上。小婉，朕
朕現在明白了，你和洪师傅說的都很有道理。皇上想明白就好。皇上，洪师傅，你又救了朕一次。谢皇上。朕现在想，朕的皇娘真的厉害，她都没出宫，朕就败了。皇上，现在前庭后宫，皇上已经获得大胜，皇上不必非要求全胜、完胜。老臣有件好事要启奏皇上。前几日，皇上讓议政会議共同商議的废除三法之事，現在議政會議已經全票通過，贊同聖意，三法終於在皇上的手上廢除了。的確是個好消息。劉光才，奴才在。万岁爺，還不趕緊把這麼好的消息去稟報朕的皇額娘？這。太后娘娘，德妃娘娘請萬歲爺要善待後宮的嬪妃們，奴才聽了以後十分的感動。這個德妃能真心的說出這樣的話，她真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婦兒。萬歲爺放棄了立後，但覺得皇後娘娘確實有過，打算停皇後娘娘中宮監表1個月，以示警告。好主意，真是個聰明的好皇帝，給了皇後該有的教訓，也給了自己一個台階下。姑姑果然是神算，皇上是真的輸了。劉光彩，你身為漢人，沒有看到德妃被立後，有沒有失望啊？奴才回太后娘娘的話，奴才更想看到的是大清的安寧，國富民強。答得好，劉光彩。其實以德妃的情況，她不是皇後，勝似皇後啊。哎呀，洪大人勸萬歲爺的時候，也是這麼說的呀。是嗎？洪承疇，這種話他也敢說出來，他的腦袋是不想要了。太后娘娘，奴才覺得洪大人的腦袋比什麼時候都穩當啊！嘿嘿嘿嘿。宣旨：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朕與皇太後深諳大清、陶仁、頭沖、圈地三法之弊患，朕又與議政會議共議共識，決定從即日起廢除三法，
所有汉人家奴，受我大清律法同等保護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诸位爱卿，朕还有2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，后宫进皇贵妃之事，经朕与皇太后商议决定，册封德妃董鄂氏为皇贵妃，居宫不变。第二，朕亲政多年，从来没有过大赦天下之举。今国泰民安，大清日益强盛，朕不会掩拦。董鄂氏乃是朕最爱之皇妃，因此经朕提议，经皇太后赞同，决定在册封皇贵妃之日，大赦天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皇后娘娘驾到！请皇后娘娘、众妃娘娘、嫔贵人恭贺皇贵妃娘娘。臣妾董鄂氏见过皇后娘娘。妹妹快起来，今天是皇贵妃的大日子，皇贵妃不必行此大礼。这怎么能行呢？礼还是要行的。臣妾董鄂氏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妹妹快起来。妹妹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皇贵妃了。我们要一同打理后宫的事务，替皇上和皇额娘分憂。臣妾遵旨，臣妾一定尽心尽力辅佐皇后娘娘，为皇上還有皇額娘分憂。妹妹，你也算是苦盡甘來，不過這都是妹妹自己爭氣，這往後呀，好日子就多了。小婉多謝皇後娘娘，小婉還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，希望皇後娘娘以後多多提點。妹妹太客氣了，從今往後，我們姐妹要共同服侍皇上，要同心同德，何來提點這一說呀？皇後娘娘說的是，皇後娘娘請坐吧。大赦了！太好了，大赦了，我们自由了！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太好了，大赦了，我们自由了！哥，乐琪，太好了！哥，乐琪，哥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真的自由了！自由了！皇上終於赦免我們了，皇上大赦天下，我們自由了，我們終於自由了。知道皇上為什麼大赦天下嗎？德妃娘娘榮進皇貴妃了，皇上為他心愛的女人大赦天下。德妃娘娘太好了，德妃娘娘沒有食言。恭喜皇貴妃娘娘。童姐姐不必行此大禮。妹妹是皇上的皇貴妃，姐姐真心替你高興。妹妹多謝姐姐。哎，三阿哥今天怎麼沒跟着一起來呀？三阿哥他今天在練習騎馬，他呀可是很想來呢。他聽說董娘娘晉升皇貴妃，高興的都跳起來了。
那童姐姐一會兒回去，一定多替我謝謝三阿哥，也麻煩你替我轉告他，過2天我便去看他，我也想他想得緊呢。沒問題，我一定替你跟他說，他呀可是想死他的董娘娘了。童姐姐，快坐。好。皇貴妃妹妹，除了皇額娘，你是本宮唯一幸福的女人。姐姐恭賀妹妹榮進皇貴妃。小婉多謝靜妃姐姐。靜妃姐姐，快坐。皇貴妃娘娘金安，淑妃妹妹請起。在後宮眾姐妹中，靜妃姐姐從來沒有服過任何人，可她服姐姐，可見姐姐德才光照後宮。妹妹沒得說，妹妹更是服了姐姐。妹妹恭賀姐姐進位。妹妹快起來，坐。臣妾恭賀皇貴妃娘娘晉升之喜。众位姐妹都快起來吧。謝皇貴妃娘娘。快請坐。皇上太后大赦天下，你自由了。董二世自进宮以來，溫良恭謙，孝順有禮，皇上和皇額娘都很喜愛他。如今榮升皇貴妃，更是眾望所歸。從今往後，後宮的眾姐妹對皇貴妃要以禮相待，若有不敬者，本宮絕不會寬待。臣妾謹遵皇後娘娘教誨。皇貴妃，想必你一定有話要對眾姐妹說吧？小婉今日多謝皇後娘娘，還有眾位姐妹前來恭賀小婉。小婉希望後宮姐妹以後能夠以禮相待，和睦相處，大家一起和和氣氣地侍奉皇上還有皇額娘。我想只有這樣，皇上才能放心地處理朝政，皇額娘也能安心地頤養天年。皇貴妃果然是賢良淑德，大家可都聽清楚了嗎？從今以後，我們後宮的姐妹定要和睦相處，切記不可存有害人之心，這樣才能使我們後宮的氛圍更加的融洽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國。舍利子，三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主子，是故看说我們的公公說，皇上和太后娘娘大赦天下，賢妃都已經放了。雲兒，主子是死罪，永不赦免。難道你還指望主子能夠被赦免嗎？雲兒當然希望主子能夠被赦免呢。雲兒沒護好主子，無顏面對主子，
皇貴妃娘娘仁慈寬恕了元兒，讓元兒繼續照顧主子，元兒也不能苟活至今呢。主子，你千万要想開些，會有希望的。等哪天皇貴妃娘娘成為了皇後，說不定會放了主子的。元兒，主子現在已經不關心這些了。主子現在心裡想的只有菩薩。额娘觉得这么多年了，这后宫第一次有了真正亲善的氛围，你们之间有了真正的姐妹情谊。皇额娘，臣妾說句心裡話，後宮今日能有此氛圍，皇貴妃功不可沒。皇貴妃的賢德良善，令臣妾等萬分感動，深得教益。皇後所言不虛，連靜妃索爾娜都真心說皇貴妃好，皇貴妃就是真的好了。皇额娘，就別再誇臣妾了，臣妾都已經無地自容了。朝廷廢除三法，皇帝大赦天下，前朝安泰，後宮祥和，這真是大清之福。哀家和皇帝已經下旨，今晚皇宮要大放煙火，加以慶賀，普天同慶。你們可以在各自的宮中好好觀賞。哇！哎，英哥，你看，是。看呢，皇上，好漂亮啊！看到了吗？英哥，看那个。看到了。皇上，你看，真漂亮。快看！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看那儿，还有那儿，真美啊！哇！看那个，快看！哎，Coco，你看呢？哎，快看！好漂亮！漂亮吧？真美啊！这今晚的心情啊，就跟这夜空一樣絢麗。哎呀，是啊，此情此景。哎，小扣子，你說我該用什麼成語才好呢？哎，殷大人，你可別再說出什麼成語來敗我們大家的興啊！這兩個人始終都這樣。好了好了，我們不打擾你們，我們進去了。走。幹什麼？我說小扣子，你以後能不能給我留點面子呀？再怎麼說，我也是快當爹的人了。哎，今天必須把這事告訴皇上跟姐姐，我心裡好緊張啊。有什麼好緊張的？走。Coco，你懷孕了，這麼大個事也不告訴姐姐一聲，男孩女孩啊？這剛懷上，哪知道是男是女啊？
這還是前2天英格爾找金太医悄悄給把了脈，才確定是懷上了。这段时间是娘娘的大事，我们不敢打擾娘娘。不是不敢打擾姐姐，我是怕姐姐知道了，不讓Coco待在你身邊了。你當然不能再留在姐姐身邊了。這以後啊，是我要找人來照顧你了。英格爾，這樣吧，朕讓內務府給你批一處宅院，這樣你進宮出宮照顧Coco也方便些。臣多謝皇上。朕答應過你，等Coco懷上孩子之後，朕便封你為宮中禁衛統領。朕明天就下旨。臣叩謝皇上。英格爾，你倒是不客气。皇上，臣要養家呀，臣自然就不能客氣了。姐姐，Coco還是不想離開你。Coco啊，你看你住的地方就在皇宮附近，你要是想姐姐，就隨時過來看姐姐啊。對呀，Coco。金太医，臣在。李公公跟陈太医都已经出过天花了，他们不会染上此疾，也不会傳染上別人。你為何非要進來？回皇上話，老臣今年都70了，無所謂了。老臣在這兒，太后娘娘和朝中的大臣，還有後宮妃嬪們，也能心安一點兒。對了，其他染上此病的人，可一定要把他們嚴加看管住。皇上，您放心，宮中染病的人全部集中看管起來了，足有100人之多。皇上，這場天花來得十分的兇猛啊！皇上，得了天花最可怕之處是沒有藥治啊。
只有極少數人能自行痊愈。这个朕知道。当初三阿哥刚出生不久，就染上天花。朕记得那次宫中，有10几个人染上此病，只有三阿哥一个人活了下来。对了，你要把朕的阿哥们，还有哥哥们，都看管好。金太医，你告诉朕，朕还有几日可活？皇上，皇上啊，皇上！别哭，如实禀报朕。臣回皇上的话，臣已测试过皇上的脉象，病毒之气已入内府，臣无能啊，没有研制出有用的药啊。到底还有几日？皇上，别哭，如实的禀报朕。皇上，2、3日。笔墨此后，这。把诏书送到朕的皇额娘那里，告诉皇额娘，别再费心费力了。快去！
老天爺，你为什麼要這樣懲罰我？我不慕不泰，一生虔誠對天，是我的心不夠誠茂。你為什麼要把這麼可怕的災禍降在我身上？為什麼要讓我白髮人送黑髮人？老天爺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我的兒子，他已經是一個偉大的君王，他才24歲。我求你，用我的生命換回我兒子年輕的生命吧！老天啊，我不慕不泰，一生沒求過人，我求你了，老天爺！太傷心了，你這幾天都沒有休息好，你的身子可怎麼受得了啊？哀家的兒子，他那麼年輕，他還那麼年輕。姑姑，別太傷心了。哎呀，快把娘娘送回忠粹宮！為什麼是這樣？我的福臨，為什麼是這樣啊？夫人，先喝杯水吧。也不知道宫裡情況怎麼樣了，這10幾天英格爾只回來過1次，就一點消息都沒有了。夫人，殷大人不是托人捎過話，說一切平安嗎？他是禁衛統領，現在京城爆發天花，聽說已經死了上萬人，想必皇宮也是亂成一團。殷大人哪裡有時間脫得開身啊？我在這一步都不能出去。也不知道姐姐怎麼樣了，都怪我現在身子不方便，不能待在姐姐身邊，急死我了。夫人，你別着急，殷大人很快就會回來的。別叫我夫人，我不習慣當夫人，我呀就是個當丫鬟的命，我就想陪在姐姐身邊。漫漫紅塵中遇見你，於是相信生命有奇蹟。臣妾不孝，不能再服侍孝順皇額娘了。臣妾必須陪伴皇上，與皇上同赴天國，還請皇額娘諒解。皇額娘對臣妾的關愛，臣妾永世難忘。今生無奈，只能來世再報答皇額娘了。臣妾懂惡事，絕筆。
失去你。Coco 妹妹，姐姐走了，姐姐要陪皇上同赴天国。愿你和英格尔和和美美，幸福一生。请原谅姐姐，不能再陪着你了。来世，你我还做好姐妹。姐姐董小宛，举笔。是我愿意，我什么不要都可以，只要能拥有你。我注定爱你，爱上你，我要学会忘记自己。你们听着，景太医已禀报，皇帝仅有最后2天的时间。皇帝已下遗诏，立32个玄燁为帝，这个也是哀家的意思。皇上圣明，太后娘娘圣明。哀家要你们同心协力，确保我大清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天花之役还没有引发什么混乱，臣等已严加防范，力保大清江山穩如磐石。好，我们大家就都在这儿陪着皇帝。太后娘娘圣明。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娘娘，靠近还有危险呢！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啊！娘娘会被传染的。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不要上去！娘娘会被传染的。上去啊！不要上去！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能上去啊！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能上去啊！皇贵妃娘娘，千万不能上去啊！你会被传染的。不要上去！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
不要上去娘娘不能上去啊！皇贵妃娘娘，别上去啊！不能上去呀！启禀太后娘娘，皇贵妃娘娘人不见了，她留下一封信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皇贵妃娘娘已经闯进西暖阁了。好。请皇贵妃出来，哀家有话对她说。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呢？什么叫感天动地呀？皇贵妃娘娘对皇上的这一片真情，才叫感天动地呀。是啊。除了洪大人，我们所有的议政大臣都应该向皇贵妃娘娘表示忏悔呀。还有无比的敬意。
皇额娘，臣妾不孝，臣妾以後不能再孝敬皇额娘了。臣妾请皇额娘一定珍重，臣妾祝皇额娘安康长寿。